一个社会讨谈，爬生活愈来愈无简单。裤底仔只剩单衫，要怎样甲家相做伴？好野的人来去开路班，散食的人路边捡银角，这人生哪可能？ 同款，自从出社会间，伊的话早条欠心无情，早总已经归落单，原谅我无辜孤单。天边的伊也在细细念，半暝的我听到百苦爱，真感谢。 伊讲一颗囡仔亲像一粒沙，唔通来讲催促，若甲久着变成沙。你若问我，应该啥来换？伊讲伊可以用一粒汗来换。你想安怎打拼？你是路安怎行？拢伫留乎我一个。 一世人的陪伴，就是我手中的一个勇敢敢，一个勇敢敢。谢谢林雅萍。阿德老师，请您讲评哦。妍美，老师好。我觉得这首歌呢，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有讨论说，哇，光这个歌名哦，你旁边的阿丁啊就要小心了，因为这首歌只要唱得非常好，没有人可以打破，因为这首歌本来就是攻击力非常强的歌啊。然后你今天隔壁这一位呢，在上一首歌的时候呢，我就突然有一种感觉，他好像。 比到已经快要到极限了，能量已经快要不足了。然后第二个是你上一首歌不是唱给你老公听吗？对。你知道他唱给一个老公听，千头万绪呢，那画面会像跑马灯一样哎，就是辛苦的不辛苦的都全部会跑出来了。所以那时候要唱这首歌，其实那一首歌就会很辛苦。然后现在唱这一首歌哦。 尤其是我昨天听说你彩排的时候，就这首歌有状况，我就更替你担心。现在分数还没有出来以前啊，感觉怎样？我很害怕呢，很害怕，我就等下就输掉了。我们再都要让他害怕5秒钟。不要这样子啊！啊，今天就是啊，成败就看分数了。好的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请建伟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妍美，我觉得你。 一开始的那个气势很强，气场非常强，而且一字一句都是要见血的。然后整个下来，我也是跟老师一样，开始担心，哇，雅婷惨了，这下该怎么办？换到雅婷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哇，你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把能量找回来？然后我就发现，哎，你一开始反而相反，你一开始没有给这么多的能量，然后是到后面越来越。 我觉得那个感情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浓，好像这整场看下来，我觉得你是一个充满故事的人。或许你的唱功没有就是杀伤力这么强，可是你整首歌的感情，那个印在心里面的那个程度是很深很深的。所以我觉得，哎，你在这边有的拼哦，你的感情上面是真的有的拼。谢谢老师。